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我哋為你帶嚟最新、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深入全探討。宏福苑5級火，家屬分批採集 DNA 遺體，辨認需4至6星期，仍有逾30人失聯。大埔宏福苑於11月26日發生的5級大火造成重大傷亡，至12月8日止，已確認死亡人數維持159人，仍有約31人失聯。部分遺體因高溫焚毀至面目全非，衍生身份確認及辦理身後事的巨大困難。警方於12月8日起安排家屬到大埔廣福社區會堂採集口腔拭子，以進行 DNA 比對，協助辨別遺體。有一名失聯者家屬指出，其62歲父親被相信於單位內罹難，現場發現骨骸，但因無法確定是否屬於其父，需要依賴 DNA 比對確認。家屬透露，警方指化驗需4至6星期，令原本安排於12月27日的火葬儀式可能要延期。家屬坦言盼望程序能加快，始終我哋都好想盡快行出陰影。另一名陳姓住戶家屬則表示，父母雙雙於大火中遇難，但遺骸一直未能尋回。直至頭七後於單位內找到被燒至縮小的殘餘骨骸，但仍無法確認屬誰。他傷痛形容，好小好小，不知是爸爸還是媽媽。部分遺骸疑似在滅火過程中被大量用水沖散，只能依賴 DNA 技術尋找身份。殯儀業商會理事長鄭志傑指出，家屬焦急完全理解，但遺體身份認證絕不能草率。唔搞清楚個遺體係邊個，有機會永世拜錯山，大家都冇辦法接受。他強調，死亡證明牽涉資產繼承、保險索償等重大法律程序，必須嚴謹處理。若最終找不到遺體，失聯者需按程序在失蹤7年後才可宣告死亡，令家屬面對更長時間的等待與煎熬。災難遇害者辨認組持續搜證暫未發現新遺骸。警方災難遇害者辨認組與消防人員持續於已確認安全的外圍地帶及倒塌棚架附近搜索，但在12月8日前未再有新遺骸發現。警務處處長周一鳴亦於採樣現場視察，只會以家屬角度為先，協助盡快完成身後安排。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至12月8日中午已累計逾33億元，包括外界捐款約30億元及政府3億元啟動資金。援助措施摘要：1357宗家庭已獲批生活津貼，金額已由5萬元增至10萬元，每名死者家屬可獲20萬元慰問金加5萬元殮葬金。1932戶獲發1萬元應急補助金。1422名居民入住青年宿舍、營舍或酒店，2522名居民入住過渡性房屋或相關單位。社署已接觸逾1970個住戶，4900多名居民獲一戶一社工服務。位於廣福休憩處的悼念區亦於近日被清理，民安隊持續在現場維持秩序。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記得點讚、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撳埋鐘仔，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多謝收聽。